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怎么样，累不累？一会儿啊，咱们要去那个朱总的家里。老大，你怎么跟这儿啊？我现在是广告公司业务员，领导派我来接人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师弟师妹，2位编剧。编剧啊，编剧你好，编剧你好，你好，编剧你好。我打小就特别佩服编剧。在我印象当中啊，编剧的脑袋都特别的大。今天一见，跟正常人一样。行了啊！这个人各有所长，你会的，他们两个会；他们两个会的，你不会。啊不，编剧什么都会，编剧什么都会。行，你先忙。啊，对，好，我先走了啊。打电话啊。好，拜拜。朱明，哎，朱总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我们这戏的总投资人朱总，还有张总。好，这我学弟学妹2位青年作家，史田、墨家。好。你好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2位才俊的名字刚才我没听清。这样，写作用的纸像田地一样多，纸田。好，你好。写作用的墨啊，像庄稼一样多，墨家。你好。哟，你好。哎，墨什么？墨家。好。哎呀，2位才俊的名字听起来是非常的大气啊，非常的有气魄。好，来，坐。我们2个人啊，就是把一个古老的成语拆成了2个名字。你看看2位这么年轻，就这么有成就，我真是很钦佩啊。另外呢，2位又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，我也是万分的感激呀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吧。啊，对。怎么样，朱总？我们这2位年轻的编剧还挺敬业的啊。朱总啊，您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是问题，您就跟我们2个人说，我们一定会详细的记录下来。那我们就言归正传。好，一鸣，你也介绍一下我们大概的情况。那咱们这个戏呢，题材是青春励志剧。那这次叫2位过来啊，主要跟朱总聊一聊，因为朱总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写进剧本里的内容。所以呢，咱这个不像外边戏现在讲什么那些小资情调，咱们主要写草根，但又富有传奇性色彩，就类似于《上海滩》。对，小刘说的非常的对，就是草根，绝对不能像有些电视剧啊写的一个什么年轻人有一个什么富爸，然后呢自己又想立什么志去实现自己的什么理想。你说你都有富爸爸了，你还立什么志啊？江湖儿女情，草莽龙蛇传，木叶流星。哎，这些你都看过吗？我怎么没看过呢？没看过，估计写出来就石沉大海。咱没看过，不等于人家没看过。哎，写的还真不少呢。电话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别管。怎么了？妈，我跟我妈说这周巡演，没时间接她电话。
那你妈得多着急啊！万一她来了怎么办？你挺希望我妈来呀？我妈来你就得出去住。那我睡哪儿？卫生间、马路旁边、桥底下都行。我死了呢？就你睡觉还能睡死啊？完全有这种可能。你说哪天我迷瞪的睡着了，第二天起来一看，哎，怎么在马路中间呢？这个时候，一辆货车呼的开过去，突然咔嚓一下，我回头一看，我怎么两截了？呸呸呸！净说一些不吉利的话，吓死我了！为了何顶天导演加盟我们的新戏，干一杯！哎呦，你小子快啊！一鸣，何导现在这么红，你跟他挺熟的吗？我跟他不熟，但是我跟他女儿特别熟。他女儿是我大学同班同学，是我的闺蜜。何可可这个人呢非常有意思。你看她呢，虽然不是一个大美女的类型，但是为人非常的义气。你知道当初我跟她说，她怎么回答我吗？她说如果我老爸不答应你，我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。哇，哎，我说你小子啊，是不是出卖色相了？不是，我说张志恒，你现在怎么说话越来越像我？这不就是近朱者赤？哎，明明，他们影视圈啊太乱。是，你们商业圈更乱。要不你们俩商量商量，我先吃点。哎，咱一起喝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来。哎，对了，志恒，现在导演和编剧马上都到位了，定金怎么样？朱总那100万已经打过来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人家导演那边和编剧都是等着定金呢。导演那边是20万，编剧那边是6万。一鸣，这什么可都没看到呢，就打26万吧。你可小点声吧，这要是被圈里人听见了，我都跟你丢不起这人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事儿如果不看我的面子，导演不能给你预留档期，编剧呢，他没跟你签合约，没有拿到定金，他不可能飞到海州来。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现在是契约时代，没有合约谁给你办事儿？行，那这事儿啊，就你定。反正我也不了解你们圈子，免得说出来啊，让你们这些圈子里的人笑话。进步。不过，一鸣，这只有3个月的时间，剧本能搞定吗？绝对没有问题，1个月之内出剧本提纲。那一个编剧呢，他大概是3天写1集，2个在一起，1个半月全搞定。好，不错，宁宁看到了吧？他们这个圈子啊，烧钱太快，咱们呀可比不了。这叫做创意产业，你所想要看到的东西，它都在这儿。哟，行了，快吃饭吧，都凉了。来吃。仔细看啊，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像谁？像个明星。哎，说对了，明星肯定是，但是他像哪个明星呢？啊？你们看啊，像不像苏显赫？像不像？啊，对，特别像，特别是吧像。哎，你看是不是特别像？其实啊，我的意思想说呀，如果咱们这个戏把苏显赫请来演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？那太简单了，我们一鸣跟他可是同班同学啊。真的？那真是太给力了！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女朋友啊，那真是太喜欢苏显赫了。咱这戏要是能把苏显赫请来演，那真是锦上添花。我尽力吧，不过听说他现在价挺高的。哎呀，钱不是问题呀。叔叔，哎呦，来了，好好，没时间聊吧。好好，来来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珊珊。欢迎各位。我跟你说，她一身的才华，
他不仅呢喜欢文学，而且呢他还擅长表演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能不能在咱们的戏里头呢，给他写出一个女2号、女3号，让他来演，怎么样？哎，人家要演女1号，人家要跟苏显赫搭戏。宝贝儿，女1号我让你演了，咱们上千万的片子卖给谁呀？啊，是不是？听我的，女2号，女2号啊！哎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演女1号了？朱总，敢问嫂子学过表演吗？学没学过呀，没什么关系，你得有这个天分啊，你还得努力呀。我的公司里头啊有大学生、研究生，还有博士生，我一天学没有上过呀，他们还不是在我的公司里给我打工啊？这就充分的证明了，成功和上学没有关系。这样吧，我尽我所能，满足朱总一切要求。自以为是，电视剧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唱堂会，要尊重观众，尊重艺术。而且这读书无用论真不能那么说，要不然审查肯定通不过。这个人就是价值取向有问题。今天加个男2号，明天加个女2号，这戏还怎么往下写？我看呀，就让他自己写得了，拍出来呢自己收着自己看。一鸣，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些问题。可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朱总那一关咱也过不了。一鸣哥，我发现毕业没几年，你活得还挺社会化的。这什么叫活得还挺社会化的？就是特别会对付，没有原则，没有坚持，没有是非。是啊，你说我怎么现在活成这样了？不过我跟你们两个说呀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往这戏里边砸了好几千万，砸了这么多钱，你们不能剥夺人家舒服的权利吧？要不这样，关于那个男主人公没有上过初中的问题啊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这个男主人翁呢，他可以是初中没有毕业，但是他的员工那么多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，为什么对他那么佩服？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非常优秀的人格魅力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那个女2号，我回去找朱总聊一下。怎么谈？首先，女2号这个想法不成立；再一个，用他女朋友不可以。你真敢这么跟他谈？那有什么不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呐，她都是要哄的。她呢，一直闹着要去演戏，我总得做个面子给她看吧。朱总，您真同意不要这女2号？我跟你说啊，要不要女2号，你们看着办。但是要也不能让她去演，她根本就演不了。她唱个歌都跑调，怎么演呢？有钱我给她买辆好车不就完了吗？我干嘛拿自己上千万的买卖去让她胡折腾呢？朱总，您真是纯艺术。跟您合作非常愉快，痛快。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。走走走走。我说行啊，你小子啊，拿，就这么2句话就给搞定了。我发现你们生意人有生意人的好处，理智。我是不得不对你刮目相看的。你小子少在这恭维我，你有这时间啊，早点放我回家休息一下。哎，你真能请来苏显赫？请不来。为什么？据我所知啊，这兄弟好像近10年都没档期。你要是相信兄弟我保证帮你请到一个比苏显赫更牛的演员。
是，我说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妈要来了。你不是说你巡演去了吗？她说了，我在不在都无所谓，先把东西放宿舍，我上哪儿给弄宿舍去？不是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赶紧回来啊！不是，哎，媳妇儿，谁呀？是我。朱总，哎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呀，二位编剧真是辛苦啊！啊，好。本来呢，我不想打扰你，但是呢，我担心你们这么没日没夜的搞创作，把身体给累垮了。没事没事。所以给你们带点吃的，给你们补充能量。哎，朱总，快坐。好，怎么样？进展的如何呀？啊，还不错。好。哎，朱总，您不用总这么破。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呐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剧本是一定要写好的，但是身体呢，也不能垮喽。对。啊，哎，昨天晚上呢，我又想了些事情，正好今天我有空，我想呢，再跟你们好好的聊一聊。我跟你说，您说，快点啊！您说让我记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呢，你记住一定要写上水。喂，妮儿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。为什么呀？明明跟你吵架了？那倒没有，秦兵他妈来了，我就跟逃难一样的给搬出来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先住我们家？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们家房子大，你就先住几天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吧。谁要住你们家呀？关海，不是我说，你小子现在胆儿挺大的啊！我女朋友家也敢住？怎么着？被你媳妇扫地出门了？来我们家呀？我们家包吃包住包分配。那个不用麻烦了。行了，今晚来我们家吃饺子啊！好嘞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个剧本啊，它就好像咱们这个整个戏的一个灵魂。当然，演员也非常的重要。要是咱们这戏能把这苏显赫给请过来，那真是……哎，这小刘他真的和苏显赫是同学吗？是啊，他们俩是一个班的。哦，哎，好像还是上下铺。对。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？就是这个小刘啊，跟人家苏显赫没混好，他请不动人。啊，这个应该不会。他们这个班啊，也是刚出道。而且您别看现在这个大红大紫，那个默默无闻，几年之后啊还不一定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嘛。苏显赫不会，应该不会。是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咱们这个戏，要是真的把这个苏显赫给请来演了，哎，那真是太给力了。就算剧本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啊，人保戏呀，是不是？是，对。哎，朱总，您要是着急的话，我们可以给显赫打个电话。我们之间和显赫也是朋友，而且他知道这部戏我们2个做编剧的话，只要有时间，他一定会来。你怎么能让男同志住你家呢？关海又不是我。那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家除了我跟你爸以外，其他男人不许住。小心眼儿，你也不许住。我行。
哎，朱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苏显赫搞定了。你的那2个编剧啊，替你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人家档期没问题。刚才呢，他的经纪人还打电话过来，让我们赶快把合同递过去，同时呢，再给他打5%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好的，朱总，好。哎，放心。嘿，一鸣，知道那好消息了吗？好什么好？我问你，苏显赫定金打了吗？没有啊，那得等你签字才行。我签什么签啊？你跟那朱胖子说，苏显赫来不了，定金交不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告诉你张志恒，你要还是我兄弟，这苏显赫就不能让他来。如果你能想用他也可以，他来，我走。哎，师傅就前面那停就行了。再前一点。哎，到了啊，到了。给师傅，慢，小心点啊。哎呦，喂，怎么回事？你不都当了演员了吗？怎么还坐那出租车？那我得坐什么车？你自己的车呢？妈，我还不算入行呢，我哪有那么多钱买车呀？当了演员连辆车都没有。演员又不是提款机是吧？你有多大出息？自打你当了演员以后，我就跟我那些朋友说我要过来帮你。那女演员出门不都把妈带着吗？结果说了半天也见我没动静，还以为我骗他们呢。我这次要是再不来啊，他们肯定在我背后说3道4的。我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。1个月挣多少钱？好几千呢。好几千能干什么用？我还找工资。有男朋友了？没有。你都多大了还没有男朋友？这女人啊，一定要趁如花似玉的时候，赶紧找个有钱人把自己给嫁了，要不然就成剩女了。剩就剩吧啊，咱回家走。哪儿呢？我之前一直知道你在北京不容易，却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。哎，你说那苏显赫来了，他能好好拍戏吗？有何顶天导演在，他敢吗？再说他犯着跟钱过不去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当年韩信胯下受辱，我这算什么呀？我现在是什么？我是这个戏的独立制片人，我是 boss。他呢？他一个小演员。弄合同。还行，院子挺大的。厨房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没了，一室一厅。这面积也太小了吧！剧院分的。我租的。租的。车子没有，助理没有，房子租的。这是正规剧院吗？就是因为正规剧院才这样，我又不是抢钱的。不对。我看电视上、杂志上那些女演员都光鲜亮丽的豪车豪宅，你怎么还租房子啊？那要这样看的话，你还不如咱老家那个门口那个卖冷饮的。哎，咱老家门口卖冷饮的女孩人品不错，要不妈，你认她当女儿？打住！你给我打住啊！
妈，你看我又没车，又没房，还没钱，到现在连个正经八本的男朋友我都没有。哎呀，我连门口那个卖冰棍的我都不如呀，我太难受了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。哎天，我必须冷静一下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！我跟你说，这不是已经当了演员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凄惨？饺子来了！饺子来了！烫着了是吧？小关，多吃点，别客气啊。我发表两句啊，我呢代表我们老刘家，今天欢迎关海正式入住我们家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爸也是你爸，我妈也是你妈，我媳妇儿她还是我媳妇儿。来干一个！行，叔叔阿姨，以后就把我当成你们家的佣人，有什么活全由我来干。别，现在喝不了了，我们家请不起佣人，要不你先走。哎，大海，那明明没说错，你要这么客气，我跟阿姨都不欢迎你啊。行，那我说错话了，那以后你们把我当成亲儿子，那个家里的活还是由我来干，我给叔叔揉脚，给阿姨揉肩。我有什么好说？你有大哥呢，交给我。小关呐，哎，小关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来我们家，我们全家人都高兴。这明明经常不在家，你到我们家可以跟我们聊聊天，说说话，我们就哎，对，老伴儿，就聊聊天，说说话呀。儿子啊，儿子，俩儿子，老爹，儿子，咱以后是兄弟啊。欧了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来。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嘛！这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穷小子，长得既瘦小也不英俊，而且还是个街边的小混混。我老婆那个时候是我们那整条街的一朵花儿，家庭出身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整条街的小伙子都想摘这朵花，可他谁也不愿意啊。那对我更是那是眼皮抬都不带抬一下的。我是苦苦的追了他3年才把他追到手的。你看他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啊，他写的是啊，他对我暗生情愫，还隔三差五的给我写情书，这不就是胡扯吗？这不就是？你再看这个，人家大军官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助我啊！你看他写的，我感激人家我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能到最后为了个什么尊严啊，我毅然断绝跟人军官的来往？这一派胡言嘛，这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感恩。不懂得什么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倒好，人家给我滴水之恩，我倒反泼人家一脸尿。这个剧本不行，满纸胡言乱语，根本没有我的一点影子。是，周总啊，说的有道理。可是这艺术创作呀，艺术永远是高于生活，那也不能脱离生活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年轻编剧就是生活经历太少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苦是什么滋味。现在这个社会对他们太娇生惯养了，养的他们连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。朱总，实在不行，我们把2位编剧请过来一起坐下来聊一聊，让他们按照您的意思进行一下修改，怎么样？这样吧，我先把这剧本大纲啊发给导演看一下，导演有什么意见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改。不必了，连我这道关都过不了，导演那儿肯定过不去。就算导演那儿过去了，也不算数。小贺，哎，景哥，海州那边的合同到了。好，这件事儿麻烦了。怎么麻烦了？咱不是把钱什么的都谈好了吗？价钱不是问题啊，人有问题。人又怎么了？代表甲方和我们签合同的啊，就是不久前给你演奴才那位刘一鸣啊。哼，这小子一夜之间能变老板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肯定回家找了一有钱人，你信不信？依我看，他这次找你，肯定是想报上次的仇。会。你不了解他，金哥，他这个人虽然看着挺嚣张的，但其实心没有那么坏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想想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？改戏、抢戏、见缝插针让你出丑，
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他记恨你，记恨你火了，你现在是腕儿了。仙鹤，你总是把人心想得太好，这样早晚是要吃大亏的。说是黑社会，但是也没有到达天天宰人的程度啊。再者说了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怎么可能让你手上拿着枪呢？你们看看啊，你看你们写的啊，一帮黑社会天天举着枪，不是今天把谁崩了，就是明天把谁家的饭碗给砸了，反了你们！我跟你们说，要照你们这么写的，解放军早来这样。朱总，这个艺术不能完全按照实际生活临摹，必须要加以想象，必须要加以虚构，这样。我不懂你说的什么临呐，什么魔呀，我就知道不能胡说八道。还有，你们干嘛写我进过监狱？我什么时候进过监狱啊？进监狱写的也是您的正言，是写您为了兄弟的情谊才进的监狱。对呀，这样不是会显得您更重情重义吗？你这不是放屁吗？进过监狱有什么好的？我知道你们这个时代的人，进过监狱的人找工作比大学生还吃香。可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啊，你进过监狱就等于你这个人废了，找不着工作不说，而且谁见着你谁躲。你说说你们写的这叫什么情深历史剧？离黑帮列传还差不多吧？艺术的东西是需要想象的。行，哎，那个咱们二位编剧啊，咱们得好好想想。这朱总说的对，这艺术啊，咱们尽量去贴近生活，对吧？小刘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嘛，他就是得贴近生活嘛。你们现在写的根本就不是我的生活。我说仙鹤，我丑话说前面，不怕意外就怕万一。海州是他刘一鸣的地盘，这次他要是存心给你使什么坏心眼儿，我们可输不起呀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好办呐！我跟他们说，你刚接了一个合拍片，大 case， 时间档期冲突，所以就不能和他们签约喽。合适吗？哎呦，你就听听哥哥的吧。那哥你就看着办呗。好，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。这个臭小子，居然这么快想当你的老板。想给我当老板，这辈子估计是没戏了。我最穷的时候，兜里只有1块钱。大半夜12点，我无家可归，一个人在街上溜达，手里紧紧攥着这1块钱。我一个人走啊走，时不时的呢，我还把这1块钱拿出来看一看，就感觉他跟我一样的无依无靠。那个时候，真叫穷困潦倒吧。那1块钱到现在我还留着。每当我无助的时候，我感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把它看一看。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情。大街上就我一个人，连条狗都没有。我站在桥头，望着远处的船，船上闪烁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真想大哭一场啊！我想问，这个世界哪儿才是我的家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你们身边的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所以你们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，你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呀。生活是吃苦吃出来的。现在这个社会看似风平浪静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暗流汹涌，不像你们写的那些什么乌七八糟的啊，什么那种写的打打杀杀，比你们那些东西要苦涩得多，要残忍得多。你们干嘛放着这么好东西，你们偏偏不写？你们干嘛要去写那些乱七八糟、乌七八糟、邪门歪道的东西呢？是，但是我们当时行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也加入我们这个编剧团队，咱们3个把这个剧本好好的琢磨。我们已经琢磨过了，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本。
喂，哎，你好。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再见。朱总啊，电话是苏显赫经纪人打来的。哦，说他签了一部新剧，也许我们这个戏他来不了了。什么？他来不了了？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这个王八蛋多大？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朱总，就是因为一鸣呢对这个人非常的了解，所以之前才不想跟他合作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不过也是万幸了，我们这是属于刚刚开始筹备的阶段，如果到了后期他再反悔，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。这叫什么狗屁明星嘛！他跟我摆什么臭架子？我跟你们说，要不是我们家里有几个花痴喜欢他，我才不会找他呢。小刘，你马上给我新找一个人，要找一个名气比他大的，价钱比他贵的。放心吧，朱总。还有那个女主角，我看就用那个陈紫薇就不错。没问题。你不上班吗？啊？就周一上班，平时也没事。摧残青春，摧残青春！来，走，跟我去个地方，换衣服，快换身衣服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这还不如第一次写呢，是越改越离谱。朱总，您看哪儿不行，我们再让他改。我看再改都一个样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先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。朱总，您再给他们说说。我说的还不够吗？我都跟他们说了8万多遍我的经历了，可他们呢，他根本不当回事儿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瞎编的。朱总，你看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？就像您说的，经历的少，给他们点时间，让他们再体会一下。对，我估计这帮孩子说不定明天一大早一起来，突然间就顿悟了。哎呦，我看后天早上他们也顿悟不了哦。我看呢，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发觉呀？这2个编剧骨子里透着一股冷漠。不会啊。你看哈，每次当我跟他们讲到最激动的时候，哪怕是我已经黯然泪下了，可他们呢，面无表情，无动于衷。一个自己都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他怎么可能写出人间真情呢？是不是？小刘，你看哈，每次在我跟你交流的时候，你的那种反应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激动。你再看他们，激动过吗？一个自己都不懂得激动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写出激动人心的剧本儿？不会，朱总，我相信我这学弟学妹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是内心澎湃的，但他们跟我不一样，他们是戏文戏，我是表演系，我的表情会比较丰富一点。我这个人再加上我比较感性。哎呦，小刘啊，你太能讲话了。我也不是学表演的呀，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，我的表情是不是特别的丰富啊？是不是啊？来，不是妈，你不让我在家待着，你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剧院。剧院是干什么的？给我们演戏用的。那人呢？人呢？妈，你以为我们剧院就跟菜市场似的？大白天啊，那是晚上有人啊。就我们剧院最近没排练新戏，属暂时。哎，这叫暂时啊！你看看你，这叫暂时啊！少说也有1年半载没人进来吧？1年半载也属暂时。气死我了！你气死我！
早晨那个卖早点说的我还不相信，现在我全都信了。你这一辈子啊，有几个1年半载的？你气死我了你！哎呀妈，我还年轻呢。1年半载。啊，售票处啊。行。哎，这儿也没人啊，售票处都没人，怎么回事？这服了你，我这服了你了。咱们老家的戏院子天天都有人唱戏，这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我们院长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废话，我是你妈，当然比你们院长急了。妈，我没明白你急什么呀？我说你这个懒觉不能睡吧？人变胖不说，越来越笨了。怎么？哎呦我天哪！走，你赶快跟我走。